化名黃同學嘅佢讀緊初中，呢日放學之後嚟到一間彈珠鋪玩。呢次係佢一個禮拜內第3日嚟玩，同以往一樣課金100蚊，唱咗500粒珠。黃同學話對佢嚟講，彈珠機比起夾公仔吸引。夾完之後呢，嗰個鉗呢，佢好似會揈開嗰個物品，或者佢就會太重夾唔到，或者佢嗰個跌落嗰個窿位呢，會攞嗰啲間尺同埋嗰啲膠片啊頂住咯。20蚊夾唔到，係放棄，好似俾人呃緊錢。因為個彈珠機你中咗，佢會跌嗰啲珠，跟住又會跌積分卡，又可以換禮物喎，即係起碼有翻啲少少意義啊！玩家投入彈珠之後，彈珠機會隨機顯示倍數，倍數越大，難度越大。玩家可以揀加注，之後將彈珠彈入着咗燈嘅坑道入邊，玩家就可以得到相應倍數嘅彈珠，分數越高就可以得到越多積分卡，累積越多卡就可以換到越貴嘅禮物。運氣咯，因為技術又唔係只係拉同埋撳掣。如果佢出2嘅話，我會放大概50粒或者40粒，跟住然後佢越多咧，佢個跌珠嗰個數量咧就會100或者90幾。如果乘10嘅話咧，佢啲燈咧就會起晒側邊嗰啲位，好難中，覺得好好玩同埋好興奮，好刺激咯！就嚟中啦，但係啲又唔中。黃同學近期不斷過嚟玩，使咗大約300蚊，成功換到41張積分卡。佢嘅目標係儲夠大約300張卡，就可以換到一部市價幾百蚊嘅相機。因為出面買嗰啲相機咧會好貴，但係喺度換咧覺得會感覺上快啲咯，儲錢再繼續玩咯，唔好不斷咁玩咯，玩到冇晒錢自己都唔知。彈珠鋪舊年年中開始喺香港冒起，近期越開越多。我哋最近去過大埔、深水埗同葵涌等地區，大約20間彈珠鋪，發現有唔少中小學生放學之後去鋪頭彈返2手。珠都免費送嘅，唔使用幾多錢玩，因為可以玩好耐咯。部分更加係一家大細過嚟玩。係今日第1日嚟玩，其實純粹真係因為見到而家越開越多，咁所以身為香港人就想睇下究竟而家個社會點解會咁盛行呢件事。彈珠機喺日本、內地好常見，呢股熱潮亦都席捲本港。Evelyn 正職喺科技公司做高層，舊年8月同朋友喺粉嶺開第1間彈珠機鋪之後，短短半年內合共開咗11間分店，大部分達至收支平衡。香港嘅娛樂活動的確比較少嘅，係啦，咁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嘅商機就係點樣去為香港市民提供多啲創新啊，同埋多元化嘅娛樂活動咯。因為好多後生其實嗰陣都會選擇去北上消費啦，係啦，咁其實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其實一家人落到嚟可能 weekend 或者放學嘅時間都冇咩玩。Evelyn 話：佢哋每間分店都申領咗相關牌照，過去亦都冇收到任何投訴。我哋開鋪之前咧就有研究過啲條例啦，亦都打咗俾一啲政府部門去諮詢嘅，係啦。咁喺有限嘅資料情況底下，我哋認為就需要申請呢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啦，同埋有獎娛樂牌照。我哋全部都有跟足程序去申請呢2個牌照咯。Evelyn 認為彈珠機鋪純粹提供娛樂服務，並唔涉及賭博成分。我哋全線分店係從來唔會有一啲以珠換錢啊，或者非法金錢交易嘅行為發生嘅。如果你話彈珠機嗰個玩法，其實測重嗰個比例咧，好大部分都係人為操作咯。咁譬如客人啊，佢哋會去 observe 到底嗰啲着燈嘅通道喺邊度咧 ，spread 喺邊度咧，而去控制佢哋用啲乜嘢力度去拉嗰支杆嘅。譬如好似情況就好似打 golf 咁樣，係啦，咁中間亦都可能會有好多沙地啊或者水池一啲所謂嘅障礙物咯，去增加個難度嘅挑戰性同埋趣味性咁樣。有律師就認為彈珠機鋪係咪涉及賭博，取決於2個元素。最主要咧就係睇下佢嗰個即係中獎
或者叫贏嗰個咧個方法係靠個技術去做啊，即係話你用你啲技巧啊去達到即係攞到個獎項，或者咧做你咩技巧都冇用噶啦，係靠一個叫隨機率，即係話咧我哋就好彩叫做佢靠運氣啦嚇。咁咧就如果係運氣嘅成分多，如果技術嘅成分少，咁嘅話咧，咁就有機會係賭博噶啦。譬如話，而家舉個例子就係，譬如我哋射籃球，或者咧我哋譬如話掟一啲波波入一啲譬如啲公仔裏邊個口裏邊嚇，咁嗰啲係靠技術嘅嚇。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純粹靠運氣嘅啫。譬如話你擲骰仔，謝天良認為彈珠落入着咗燈嘅坑度，可以獲得對應倍數嘅彈珠，涉及賭博法律風險，有機會觸犯賭博條例。本身有賠率啲接近於即係賭博嗰類型多啲，不過當然仲要睇個隨機性有幾高啦嚇。嗱，假設佢嗰個賠率係高咗嘅，咁因為賠率高，通常咧成功率都會低啲嘅，因為機會已經細咗啦。你再用好啲嘅技巧咧，都攞到或者你中到嗰一格咧，機會率其實都會低咗㗎啦。靠嗰個機率或者隨機中與唔中，咁呢個已經表示一個叫運氣或者彩數啦。我哋發現有部分彈珠機鋪以貴價禮品作為招來，吸引客人過嚟玩，包括近萬蚊嘅智能電話同埋過千蚊嘅耳機等等。不過根據牌照事務處規定，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下，每玩一次遊戲，最多只係可以收取5蚊。獎品價值原來亦都唔可以超過300蚊，亦都唔能夠提供現金獎。如果你有機會贏咗，靠運氣贏咗嘅話咧，會得到一啲金錢，或者係咧係禮物都得嘅。譬如一啲昂貴嘅電子產品啦，或者係一啲咧就係即係好容易可以兌換得到金錢嘅一啲產品嘅。尤其是當你一啲未開盒嗰啲係一啲貴重嘅產品咧，就好容易喺出邊可以折現到嘅嚇。咁亦都就算佢折現唔到都好啦，佢都會有個價值嘅。咁如果有價值嗰啲咧，而當一個獎勵嘅話咧，就會有機會係屬於賭博條例裏邊所規管嘅啦。唔怕你贏，最怕你唔嚟。近年有唔少彈珠機鋪嘅宣傳片都標榜有豐富禮品。有戒賭輔導機構擔心彈珠機低門檻、操作簡單，加上禮品可以轉售套現，如果唔節制，有機會令人沉迷。咁佢會誘發人嗰個嘅趣味感覺嘅。咁如果個小朋友好中意嗰個龍珠公仔或者特有嗰個公仔嘅話呢，咁佢就好想得到佢。咁而當中佢因為有決定性嘅情況，咁佢就會產生我哋所講緊嘅賭博迷思嘅可能，心理反應嘅就係容易唔憤氣咯。嚇，你諗住贏啊嘛，咁我咪輸咗嗰陣時你就唔憤氣，咁你會嘗試追，咁就可能加速咗你投入更多嘅珠落去。喺新冠疫情前，日本每年喺彈珠機上花費達到15800億港元。2017年，當地一項研究顯示，超過200幾萬人有彈珠機依賴症，佔總玩家人數嘅1/6。雖然中心暫時未收到因為沉迷玩彈珠機嘅求助個案，但李兆琪認為長遠唔可以忽視潛在風險。咁我哋點樣判斷個成癮反應呢？咁一般我哋由一個嘅趣味性活動進深去一個我哋高度投入嘅狀況，就係可能佢會放學，就預咗去玩幾鋪啦咁樣，咁好有興趣玩，就都忘記咗做功課啊咁呢個都係高度投入嘅情況嚟嘅，唔玩囉囉攣啦，有種好強烈嘅衝動感，要去玩幾鋪嘅咁樣，咁呢一個情況呢，我哋仲要觀察一下。有社工認為現時業界喺法律上存有灰色地帶，希望政府制定賭博分類清單，俾市民有所適從。就住唔同嘅活動啦，誘發嗰個嘅成癮嘅反應咧，佢可以去制定一個嘅名單。因為而家咧太多日新月異、五花八門嘅遊戲出現，呢個遊戲裡面咧亦都係滲入咗一啲嘅賭博元素。有賭博元素嘅時候咧，就會容易令人有一個成癮嘅反應。如果係有一個清晰嘅名單，家長又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參與嘅時候咧，我哋要知道點樣去保護佢哋啦。甚至乎就係有啲嘅規範。
民青局回覆話，個別處所係咪需要申領有獎娛樂遊戲牌照，要視乎實際嘅營運情況。警方就話，如果收到投訴舉報，會跟進調查。時事多面睇，今集時間夠啦，再見。